台中后里马场的马，这3档外已经死9只，其他野外咧嘛有营养不良的状况。有议员质疑这营运厂商照顾无认真。不过台中市管理局解释讲，这寡马年岁拢真大，大部分拢是自然死亡，厂商无照顾无问题。 工作人员详细清洗马仔了后，也阁要补充食物，看起来照顾并无清彩。台中后里马场活3年外来，原本的26只马已经有9只死亡，野外着的也有营养不良的状况。有议员质疑营运厂商照顾出问题，委外由民间来管理，那造成呢市有的25匹马，其中呢有9匹死亡，那剩余的呢有营养不良的现况。 议员也质疑市府将后里马场甲恢复馆为2020年规划，当年收益有246.5万，也毋过管理局也爱编列辅导管理费441.2万，根本就是了钱。台中市管理局表示，迄当时点9的26只马，平均年纪是19岁，已经属于高龄马，死亡中的7只是自然老死，另外2只是破病死亡，无照顾无好。 马匹呢，16岁以后就是老龄马。目前后里马场的马匹平均寿命约19.1岁。那因为营养吸收不佳，造成马匹的体型偏瘦。那平常每天都要给它洗澡1次啊，那照顾都相当不错的。 厂商强调，除了马仔逐工固定时间放出来，一工食4顿，除了饲木薯块，也有加营养品。伫今年的2月已经改善通过评鉴，无照顾无好。也毋过动保团体表示，今年4月去现勘，也是有不少问题要改善。 每个礼拜会让马匹运动1次，然后可是这其实是远远不足的。那它至少要让马匹运动1天1次。那另外还有就是说，它的放牧区也有这种就是遮蔽不足的情况。 动保团体表示，厂商受限人力甲专业不足，建议市府应该加强监督甲提供资源，搁邀集专家，搁一摆会勘建立改善机制，才会当保护动物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